對於過去一個月朝朝早準時6點半將佢叫醒嘅呢個人，Anna 心裏邊有一個形象：30幾歲，單身，沉默，穩重，5尺10寸高，短頭髮，單眼皮，又直又高嘅鼻，有啲稜角嘅下巴。佢英文未必好叻，但係中文就非常之好。對 Anna 嚟講，最後一點先係最重要。Anna 係廣告公司嘅 copywriter。copywriter 雖然唔值錢，但係呢支筆對公司嚟講點都係有啲份量。所以雖然佢返工唔準時，放工唔 social，淨係寫稿唔肯見客，但係頭頂嘅創作總監依然勉強接受佢。Anna 認為呢位神秘人一定係欣賞佢嘅寫字才華，先至會隱身成為佢每朝嘅守護天使。暖暖 Morning Call， 愛情不過係一場錯覺。OK， 哇，一剔個整。